台中标出咱国内头一个非洲地震，民进党的台中市会党团不满台中市政府处理的过程上过拖沙，搁哩哩啦啦，问题真多哦。今仔透早是去监察院定情，要求监察院爱调查、爱追究责任。我们希望监察委员能够好好的来查清楚，到底台中市政府，包括市长、包括农业局局长张进昌，包括环保局长陈弘毅。 在这段时间，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应该给全民一个交代。我们也要呼吁卢市长、卢秀惠市长应该要跟全民道歉，两位局长应该下台负责。整体事件，我们发现台中市政府抽查这个厨余的使用状况，只完成了5%。那这个5%等于是4年完全空转。 等于把整个稽查的动作完全放空，所以这就是整个行政怠惰上爆发出来的非洲猪瘟。另外，针对台中市政府目前乌空台喷的行为，议员嘛正烦恼讲会影响到台中的水质甲环境。台中市议员希望讲监察院会当来针对台中市政府的行政疏失来进行调查。